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高雄市有一个63岁太太，甲100岁老爸做伙住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厝边拢无看到老大人，感觉无对同。相关的单位上门来查访，这个太太就讲各种的理由，甚至骗讲爸爸已经伫中国来过身，但是佫提袂出死亡的证明。昨检警是强制破门入去搜索，结果看到人类的白骨。 用粪扫地啊缀咧，讲真有可能就是迄位100岁老大人，也就是讲，这个查囝真有可能判死超过5个月。详细案情甲死亡的原因，检警爱个厘清。高雄前警的一栋透天厝大门锁起来，才发生过激命案。63岁查囝敢若判死超过5个月，死者是101岁爸爸。死是做呀？来源处理啊。 这间内底哦。你有冇看过因老爸嘛？对无？我无看，无看。你到之前，我看伊无啥摄啦，因为外人客来加买物件的人客。固定来送香肉单讲，这个查囝平常时寄送香肉来，隔壁是讲已经超2年无看到人哈。这个查囝平常时就真少咧跟人小酒碰。偶尔啊，晒出来晒太阳。那大概多久没有看到？就平常会跟他打招呼？超过2年。 会闻到一些好像尸臭的味道。63岁姓金阿桑长期和101岁爸爸住做伙，就伫咧去年1月卫生局人员准备来喷泉填高的药的时，阿桑是苦苦咧阻挡，刀双方法律班嘛无要插。隔壁讲阿桑敢若是精神不稳定，有当时还佫会大细声吼。姓金阿桑甲警察讲。 爸爸伫咧安养院，毋过警察查袂到任何资料。落尾警察搁一摆来时，搁解释讲叫哥哥带去大陆，毋过阿伯顶摆出国，毋若是10年前的代志，就和哥哥嘛死要50天。结果警察第3摆来，才讲已经死去，毋过煞提袂出死亡证明。有协助去做失踪人口的报案，但是这里还是有很多的疑点，所以我们就函报警方来侦办。警方强行登门之后呢，是在3楼发现了一个黑色垃圾袋，里面当中就有老翁的遗骸，那么也让警方认为这案情并不单纯。死者是中校退伍，佮加上落尾到国营企业做处长，所以大个月会当领退休金。厝边讲，姓金阿桑伫咧高雄有名的高中毕业了后，就无伫咧食头路，长期是居伫咧厝内。案件公开了后，伊因为精神状况无好，即马是伫咧断气。若遗产尸体几若个月，伊动机含目的，也是说落来检警调查重点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